Nelto，你係澳門人啦，咁啊考下你，澳門粵語同我哋廣州粵語有咩唔同啊？咖啡、黑水、飲料、廢水、裝飯、忽飯、猜情尋、猜揈、嗰度、嗰度、唔睬你、唔濕你、課室、班房、男老師、阿 Sir、女老師。Miss。Nelto 啊，係其實點解澳門粵語會同廣州粵語有啲唔同呢？你覺得？其實澳門有4-500年嘅中西交融嘅一個歷史，佢係基於廣府話嘅呢一個基礎上面，係再混入一個好多國家嘅啲文化。哦，即係見到葡萄牙人飲呢啲咖啡，跟住中國人見到黑色嘅水喎，咁啊就係黑水啦。我就屋企就住喺澳門嘅，係成家人都住喺澳門嘅。係，我知道澳門咧，佢嘅面積咧唔算好大，橫琴好似比澳門要大幾多啊？大3-4倍㗎，有3-4倍啊！係啊！澳門係全世界人口密集度係最高嘅一個地方。啊！我哋澳門揾多1-2個公園去同啲細路仔去玩下咧，都唔係話冇，不過就人多地少咁啊，所以就比較逼仄。咁啊，橫琴咧就即係嗰個空間啊，各樣嘢啊，配套啊，咁啊空氣都會感覺上都會清新啲。其實點解打算咧從澳門將事業嘅重心搬嚟橫琴呢度咧？咁啊，隨住公司嘅一啲發展，咁我哋對人才嘅需求咧係不斷增大嘅，亦都想尋求一個更大嘅空間同埋更大嘅一個機會咧去發展嘅。咁大灣區咧必然係我哋嘅其中一個好好嘅選擇，而橫琴咧亦都係澳門人嘅首站。咁澳門嘅公司同橫琴公司，我就每一日都兩邊走。咁其實都好近嘅。咁由屋企至到嚟橫琴公司咧，大概都係20幾分鐘嘅事。所以出入橫琴口岸咧，對你嚟講可能係出境啦。咁對於我嚟講，只係返工同埋返屋企一件咁日常、咁簡單嘅事情啫。所以你而家喺橫琴係做咗乜嘢產品咧？大概係做咗一個文旅嘅平台，叫做發現澳門。咁將澳門嘅一啲好嘅東西、好嘅服務、好嘅文化，咁推廣出去。跟住你哋又做咗發現橫琴係咪啊？係咁嚟到橫琴之後，我哋繼而同樣嘅一個精神咁繼續將橫琴一啲好嘅東西咧，就發現出嚟。